黎智英今次嘅案件呢，係香港呢首宗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首宗嘅案例。法庭呢經過156日嘅公開、公正透明嘅法律程序去審理呢個案件啦。法庭呢亦都係裁定呢，黎智英呢本身呢，佢係有密切去管理同埋亦都咧係有主宰咧《蘋果日報》嗰啲咁嘅編採嘅方向啦咁亦都咧係利用咗呢個媒體嘅平台咧，就係煽動啲人去破壞香港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同埋繁榮穩定啦。香港嘅國安法同埋23條嘅立法咧，佢裏頭咧都明確咧就表明咧，我哋係要尊重人權自由嘅。咁但係我要強調咧，當你係觸碰到國家安全、主權公共衛生公共秩序或者你係妨礙他人咧行使佢嘅權利嘅時間咧，就會受到法律嘅限制啦。